人家书店引来引做啊，像大企业样的哦，有几多个连锁店。独立书店虽然无讲几多，在认证各有各嘅特性，变做台湾特别的风景，也变做城市文化嘅指标。喺台中有一間有名嘅獨立書店東海書院，18年前我唔下去嘅，為結束營業嘅時節，佢當時睇到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嘅廖延良，咁我講太好順後，是唔得冇安尼嘅書店，如開始賺錢，請朋友共下來接，以下對學生嘅身份變作為書店頭家，共下來認識廖延良同伊嘅獨立書店。虽然对这个店对的事全部是懂清楚，不过有时节还要像安样一深一深。梦主头前一只书架的开店都已用了18年了。这个书架，其实它几乎已经是东海书院的象征，因为在我接手东海书院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在，而且它是最早就是开设东海书院的人他自己做的一个书架，所以这个书架最起码已经有25年以上的历史。因为这边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有喝的东西，有咖啡嘛，然后它咖啡又很好喝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书围绕在旁边的话，就更有读书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比较有书香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又很安静。那因为像图书馆，可能大家一些东西可能会听听看很吵。主家边提供好多书人一只特殊卖书的环境，喺讲开书店要上去做生意，按样基础都系生意人，不过唔必到赚钱。45岁廖延良喺云林轮班人，写时节当要读书，一路对时态服装偷到高泰自信工厂呢。不过今日都太好，当家就发现自工一条路唔係佢想愛嘅。我从大一之后，在我的书架上面就已经看不到资讯工程的书了。就是你会看到很多那种什么志文的书啊，那些小说啦，或者是一些可能它有一些哲学性的书籍。那其实整个在大学的时间里面，大致上对我自己来说，大概时间都花在就是思考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件事情。可能喺到高中时节就离开家乡嘅，做4年时节喺到轮班撞下，冇人同佢讲，自家係做安下，佢不真正認同，其實咩同佢自家想要讀嘅人文類書有關係。我後來其實還是真的因為接觸了這些人文學科，然後呢開始聽到人家說，其實在雲林一帶有很多是所謂的早安課，然後我才回頭去看。然後才發現說，其實我們那個唐浩寫清河的，原來都是屬於早安課。漸漸嘅20年前，喺台灣資訊科技產業正發展起來嘅時代，這樣時期當機會或係科技新貴，科技廠還開出過熱嘅槍機，冇想到佢冇辦事嘅興趣，電腦轉到輪班同佢也係參詳，改讀沙比科學，做一嘅天鋪咗佢到台中上幾年大名。因為資訊工程嘛，在當時要找工作其實還蠻容易的，就是我當時找第一個工作，他就是開了一個所謂46000塊的起薪給我，可是自己還是覺得說，並不希望把自己的生命就放在這樣的一個自己並不喜歡的地方，所以最後還是回去跟家裡的人商量。也喺東海書院喺台東市國立美術館6年入選。其實這樣是對東海大學選選出來，提早畢業，係先搬到中廣路巷一間有名嘅地標酒店順巷，然後咖啡店複合經營。冇想到到太路順，過上過下嘅茶上，談到人心肝面亂吵吵嘅，搬到美術館選過後，先張客廳。第一個是先搬到中港路，就在台中很有名的地標金錢豹的附近。那我們在那邊待了大概2年半的時間，但是最後覺得書店在那個地方不適合。坦白說，不是金錢豹，而是中港路，因為它車流量很大。開書店並唔係賺錢嘢唄，賣書賣18年，
了因量并无赚到乜嘅錢，我堅持下去，做得對店度各種各樣嘅海報看出來，都會佢經常為啥會做到乜嘅，也咩獨立書店順暢意義。我覺得所謂的獨立書店大概有2個比較重要的地方。第一個呢，就是說，他銷售的書籍基本上並不以市場，就是說這本書的銷售量好不好，來作為他擺放的一個原則，而是以我們自己本身覺得哪些書是值得推薦給消費者、推薦給顧客去閱讀的。無論係同連鎖書店也係運氣行來比，佢曾認為長期亞中嘅獨立書店係要提供本社區一個閱讀交流嘅空間。韓國各地應該都有安樣嘅書店，不過佢看到台灣也按多年來，像香港有書店問題咧，新開嘅書店當少。就是現在年輕的消費者，他們透過網絡購買這些的部分，其實是比較普遍的一種方式。那因為書的利潤真的很低，就是他所得到的利潤，大致上如果在夏天，恐怕連電費都不見得繳得起。所以你勢必須要透過一些別的東西，然後來取得利潤，來讓這個空間可以繼續存在。對理想設計店做實體書店頭家，講開店係為到做生意，唔當講大幫開書店，推廣佢堅持嘅想法。也係一間獨立書店唔會磨盤，還變做中台灣社會運動嘅基地。